好来，继续要来讲金马起大价，即卖之前大约是13700。台中一间妈祖庙举办着关会活动，当地一间金马店为着要帮忙冲关关会量，是准备0.03钱，也就是3厘，也就是价值1000外块的金元宝100份，要送互种100个来关会500cc 的民众。果然来真侪人要关会，各有民众专工为桃园赶来。台中这间妈祖庙门口有上百人，唔惊风雨，透早5点外就来占位排队。我们4点从桃园出发，今天请假。我今天请假。停车场睡觉，睡车上，早上5点起床，赶过来一定有前面2位大哥在排了。妈祖庙办关会活动，过去大部分送牛肉面、牛排、烘鸭，或者是牛奶面包。这边送的关会礼物不加贵重，会当讲是史上上贵的，就是这个当3厘价值新台票1000外块的纯金元宝。我们为了金子而来，很简单，当做纪念也好。对，所以你知道现在金价蛮贵的吗？这个我就不晓得了，因为只是为了纪念品啊。排伫咧头一位的就是这位先生，伊5点半就来排，等4点钟关500cc 会，得到纯金元宝兑换礼券，佮行去边仔金仔店换纯金元宝。好，谢谢你。想要领到金元宝，唔是关会就有呢，爱排伫咧前100位就通领到。今天的黄金已经来到13710块了。金仔介绍创新馆国际金仔价1盎司已经来到美金3300块左右，换算做一钱爱13700元。业者家己啉钱准备100个的金元宝，总价值超过10万，助展关会活动，让济济民众关会观家心情殊不理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